来看刑事局最近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哦，以各自外劳做理由来骗民众，为着要比警方的追查，因透过各种无同的管道来向民众提钱，互警方办案抓人是真困难。也毋过经过长期的调查，警方已经抓到25个嫌犯，因诈骗的金额嘛超过3000万。 警方也像警戒破门入去这栋大楼内底，把诈骗集团主嫌姓丁的查甫人抓起来。 去年5月，警方接到民众报案，讲有诈骗集团假做检警，骗民众讲伊的个资漏泄出去，涉嫌洗钱犯罪，叫受害者去领钱，甲现金骗走。警方办过求情，若嫌犯为着要闪欺诈，分工正有道，分做8个部分，其中包括无共阶段拢有车手，阁有干部甲负责送钱的共犯，落尾才甲诈骗的侥幸钱交予人地心得的姓丁的主嫌。诈骗集团刻意筑起7道的防火墙。 让警方无法追溯契货到幕后的金主跟首脑。那纵使契货第一层的车手，他还是可以取代，可以继续运作。警方表示，集团透过真侪交通方式，包括高铁甲大众运输，干扰警方追查。即届抓到诈骗集团，包括主嫌拢总25个人，目前清查有15个受害者，拢总骗超过3000万。诈骗集团在电话中跟被害人谎称说。 你的个资外泄，你涉及的洗钱犯罪，必须要交出你的账户提款卡，让我们来清查资金流向。警方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刑法诈欺甲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上班。警方认为恶行重大，已经甲主嫌等5个人拢收押。另外，嘛当咧追查，看敢有更较侪受害者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台中报道。